代表三藩市喺國會接替普洛西議席之戰，加州參議員威善高目前得票領先，三藩市市參事陳思敏排第二。陳思敏要點樣備戰先至可以喺11月勝出呢？李嘉怡報導。雖然目前所有選票仲未點算完畢，前兩名進入複選嘅候選人已經較為明朗，威善高嘅得票率遙遙領先。三藩市紀事報報導，陳思敏能位居第二，同獲得前國會眾議長普洛西嘅背書有關。普洛西代表嘅三藩市國會第11選區覆蓋三藩市大片地區，除東南邊小部分區域外，投票結果顯示，威善高嘅支持者分佈三藩市各個區，喺由南至北、長者到年輕人、由移民人口較多到本地居民居多嘅地區，以及最富裕同最貧困嘅選區，都保持領先。而陳思敏嘅支持者主要集中喺亞裔人口居多嘅選區，包括華埠愛列治文以及愛日落區，仲有部分係 Excelsior、Portola 同房谷區。根據人口統計因素分析，顯示陳思敏得票嘅係亞裔人口比例較高嘅選區。投票結果仲顯示，陳思敏表現最好嘅區並非係佢目前代表嘅第一區，而係亞裔人口比例更高嘅第4區。被視為進步派嘅陳思敏係進步派選民比例最高嘅地區，落後於另一名候選人賽特。三藩市紀事報分析指出，除咗三藩市嘅亞裔支持者之外，陳思敏獲得最高支持率嘅係最溫和同最進步嘅地區，而唔係介乎兩者之間嘅地區。因此喺11月選舉中能否勝出，陳思敏需要團結唔同立場嘅選民。按照目前嘅投票結果嚟睇，若陳思敏能夠獲得賽特支持者嘅全部選票，估計佢嘅得票有機會超過威善高。仲有少部分選民支持其他候選人，其中大部分係右翼人士。陳思敏要同時爭取支持賽特嘅左翼人士，以及反對威善高嘅右翼人士，並非容易。26台記者李嘉怡報道。